哎，朋友们早！今天是11月29号，我来到王班城。哎，这里有一档叫做马多大鱼头米粉，它11月12号开张以来呢，生意很好，很多朋友来支持。哎，他讲今天来搞一个慈善，他讲什么疫情无情，人间有爱，特地邀请张少仁也来注入这一下。好，我们进去看看一下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来。 哇，來到350條350蒜，新鮮下工，哇，幾多意料啊！試下糖味啊！哇，有燒煙椒啊，意料啊，太爺發渣啦！好，哎，有錢哦！啊，這個23塊，因為吃飯加蝦。吃飯加23塊。吃飯加蝦23塊。沒問題，23塊。好的，謝謝你。25，做慈善，疫情無情，少哥有愛。謝謝你，歡迎你，謝謝。那就是我們的馬波大魚頭米粉的，哇，很靚姐啊！來，今天是疫情無情，人間有愛的一個小小的檔口，都能做慈善。今天做的款項是怎麼樣處理？我們會把今天所有的收入呢，全部都會捐給這個前海國際慈善基金會的。嘿，好，掌聲。